從前有一隻小松鼠名叫小風，它住在一片大森林裏。每當冬天來臨時，所有的動物都會準備過冬的食物，小風也不例外。它拼命收集堅果，準備度過寒冷的冬季。然而，其他的松鼠都收集得比它快，大家的食物堆積得像小山一樣，只有小風的堆疊得不太高。他擔心自己會沒有足夠的食物過冬，但他並沒有放棄。小風決定每天都努力工作，無論多晚，直到天黑，他都不停止收集食物。開始時，其他松鼠都笑小風，認為他收集得太慢，不會有足夠的時間儲存足夠的食物。小風聽了心裏有些難過，但他沒有被打敗，反而更加努力地收集每一顆堅果。有時候，他會穿越密林，爬上高高的樹枝，只為了找到那些美味的堅果。他也不再急於與別的松鼠競爭，而是專注於自己的目標，腳踏實地，一步一步地前進。到了冬天，其他松鼠的食物逐漸消耗殆盡，而小風的食物卻還剩下很多。原來，雖然他的收集速度慢，但他的堅持和努力讓他積累了足夠的食物，足以過冬。而且，因為他選擇穩紮穩打，所以他的堆積得非常穩固，避免了食物受到雨雪的損害。最終，小風過了一個舒適的冬天，並且成為了森林中的榜樣，其他動物都開始向他學習。這個故事告訴我們，無論在什麼情況下，只要我們保持堅持，努力不懈，終將迎來成功。而急功近利的做法不一定能帶來最好的結果，穩步前進才能達到目標。